随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1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1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0节。就是解说甲善知识，自心归于自性，是归于真佛。即马应该说的解说下面就是自归于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忝曲心、我心、狂妄心、轻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恐怖心，及一切事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见机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是自归依。常私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。经无地界，是自归依。即马这呢，就是属于清净法身佛，就是要来归于自性心中清净法身佛的最后一段。在前面啊，六祖慧能大师是教咱讲爱来归于自性，归于自性呢，才是归于真佛啦，就是讲才归于这个真的佛。那到底这个自性是要安怎样规范呢？在这个所在啊，进一步给咱说明。讲自归于者，就是讲自己要来归于自性，就是爱除却了自性中的不善心，就是讲在咱的自性中，在咱的心中啊。有一种的迄个不善心，这个不善心呢，善甲恶，在这个所在，咱提出一个真正简单的定义，就是讲简单的界限。凡是心起一个动念，讲哎呀，某人实是真可怜，我应该呢。就来给帮助，就来给救济。伊现在是在痛苦中，我如何呢？会当好来解决伊的痛苦？有一款的自卑心，要来解决人的痛苦，要使人得到利益，要使人得到安乐，这呢就叫做善心啦。不善心就叫恶心，唔是善的，就是恶。这个恶心就是讲相反的心呢，时时刻刻想要害人，要害人看会当受更加较大的痛苦。那以咱世俗土的讲起来，害人袂当死，害人呢受尽一切痛苦，使人呢受着最大的损失。那起这款的念呢？这条名叫做不善心，也就是恶心。在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啦，就是讲咱自己来归于咱的自性啊，就是在这个自性中的不善心给去掉。为什么讲将这个自性中的不善心给去掉，就是归自性呢？因为这个不善心起下面这所有的心嘛，这拢都是违背咱的自性。违背咱的自性，就像前面所讲的，有迄个妄想烦恼介乎咱的真性啊，就等于讲迄个魂啊，来压榨迄个太阳，或者是月亮同款。那这个太阳、月亮去分压榨咧，咱就看袂到太阳，袂当看到月亮，也袂当看到真正清的天。
同款的意思呢，咱若是互这个毋好的心压迫咱的本性呢，咱的本性就看袂到。本性看袂到迄个所在，你就无法度后来将心安住在本性中。啊，你将这个毋好的心来甲去掉，本性显现啦，你就会当好将心呢安住在本性中，这就是叫做皈依啦。所以伫遮讲，必须啊，把这个自性中的不善心来甲除去，也爱除去了嫉妒心。这个嫉妒心叫做本来他赢，就是讲别人比咱较好呢，咱心肝底啊就袂堪哩，袂忍哩。这个嫉妒心。每一个众生拢有，因为咱拢希望讲我会当比人较好，会当较赢人，无论在各方面啦。所以咱有一句俗语伫咧讲，做笑人行，怨人不。这个行就是讲贫穷，人是咧善，咱共笑，讲哈，遐含慢袂晓趁钱。善甲无通食，安尼都讲轻视啊！因伊若是比咱较有钱，比咱较富裕，所起一个怨妒心。这个怨妒心就是遮所讲的嫉妒心啦。一个人若是讲求学做学问比咱较含慢，安尼一定会甲笑讲哈，迄个人真戆，也袂晓读书啦。伊学问比咱较好。考试的点数比咱较好，也该怨妒，安怎怨妒法？咱就讲来歹话，啊，伊甲老师较好啦，啊，老师注好点数互伊啦，啊是讲伊考试偷看啦，拢有这理由好讲啦。这就是一种嫉妒心。啊，是人比咱较有地位，你就讲啊，某人啊，就足够普普塔塔咧，啊，普塔顶死，啊，顶死就对好啊。啊，事实上，伊本事口比较高啊。像即款人就叫做嫉妒心，本来他赢。凡是无论倒一方面，那比咱较好呢，咱就放袂下啦。即款的心呢，就是伫遮所讲嫉妒心。这个嫉妒心也是共款咱自性心中的一个部分妄念，所以必须甲伊去掉。再过来就是叫做忝曲心，这个忝曲就是叫做忝迷委屈。这个忝迷委屈就是讲，咱在外表呢，对人是安尼普普塔塔，但是这个内心嘛，却毋是安尼。伊的心、甲伊的喙、甲伊的行为，拢是相违背。伊所以普普塔塔人呢，拢是另有目的。有的人呢，真是啦，真会晓用过迄款的不正当的手段，也来去扑塔人。啊，为什么要扑塔人？当然呢，就是有伊的目的。伊的目的就是讲啊，伊这个人就有官，有这个权势，有这个权势的关系，所以你若甲扑扑塔塔呢，伊会当好提拔你，对你有好处。但是伊心呢，却是弯弯翘翘，心无正直，这名叫做忝曲心。这个忝曲心也是共款是妄念铺分，介乎自性，使自性不得明朗啦，所以要甲伊除去掉。一边我心，什么叫做我心呢？这个我就是咧指讲咱我心呢，就是分别我执啊，就是讲有这个我执的心，一切呢拢以咱本身啊作为本位。尤其是咱现在世人呢，可以讲就是这种的自我主张非常的强。尤其是咱现在时的囡仔，这个自我主张特别强。爸母甲伊讲安怎，讲我都要安怎，啊，我都想安怎。去到学校老师甲伊指导，伊讲毋嘛，我都想安怎，我都要安怎样做。
即马处理到社会，人家讲，伊嘛是做伊的五行五素，认为讲伊对就是对啊，也无要接受人的意见。抄即款的呢，就名叫做五五心。这个五五心呢，就是咱一个人要求进步的最大障碍。因为咱认讲我无毋对，我想的无毋对，我做的无毋对，逐项拢对。但世间靠逐项拢对的呢，尤其是咱少岁人，像是讲咱有一寡学问，捌一寡字，捌一寡的科学常识等，这啦，只是咱做人条件中的一小部分。咱做人的道理、做人的条件是各方面的。咱自己的思想还未纯熟，逐项拢还无捌去甲真清楚，迄个时阵就执着讲我呢就是对。安尼呢，别人较好的意见，咱无法度接受，安尼就无法度改善咱自己啊。咱永远呢就停顿在咱的错误中，所以呢，必须把这个五五心给去掉，也要除去了狂妄心。这个狂妄心，这个狂甲妄，这个狂就是狂性，妄就是虚妄。所以叫做讲做狂心呢，就是讲为着要来得到利益或者是名誉，结果呢就骄显有德。这是一种伪诈伪善，就是讲要骗人。事实上自己呢也无学问，也无修养，装讲毋知是偌有学问的人，装一个毋知偌有修养的人。有即款的狂妄心的人，这在学问中当然也有，可能呢其他的宗教中也有，或者是讲在社会上，社会人也有。咱看迄个社会人，有的人呢，外表呢结果袂说呢，我呢真伟大，但事实上呢，伊的腹肚是空空，根本啥物物件都无，啥物本事都无。毋过呢，伊清清的、积极的、俨然啊，敢若袂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。安尼若是讲知识呢较无够的人呢，可能会骗去。修行人其中嘛是有人安尼啦。事实上呢，伊并无啥物修行，但是呢，就装一寡遐古古怪怪的模样，或者是将头毛、将喙鬚留得长长。讲咧就叫做介有修行啦，或者是讲衫裤呢像破恁当家，讲咧叫做介有修行等等。即款呢拢是有一种的狂妄心，要使人相信，要得到利益。即款的心呢根本也是不对，也是妄念浮云啊，介乎自性。所以呢，必须把这个狂妄心给去掉。下面呢讲轻人心，这个轻人心就是讲无敬重人的心，看人轻看人袂起。这个轻人就是对别人，就是讲看人袂起，无要尊重人的心理。这个轻人之心也是不对。咱要了解讲，在这个世间上的人，无迄款的十全十美的人，但是在这世间上也无迄款的讲一无所处的人。所以无论什么人，一定有伊的弱点，一定有伊的好的所在。假如讲你若是轻视人你根本就看袂起，看袂起，所以你无法度好发觉迄个人的优点到底是对。你袂当发觉伊的优点呢，你当然就无迄个学习的机会。可能伊这个人有9分的弱点，但是有1分的优点。你看到这个人9分的弱点呢，你就看袂起这个人，讲这个人根本就无够迄个人格，无够迄个资格好互我家敬重，因此看袂起。在看袂起这个所在呢，伊有表现一点的优点。而且这个优点可能在咱人生修养中呢，
真正重要的优点嘛，因为你看袂起，根本就袂当互你发觉到。在袂当互你发觉到的这个所在呢，当然啦，你就无法度去学习，就在这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真好的学习的机会，你错过掉去了，安尼损失原来是家己自己。所以咱无论是对倒一个人，就袂使有迄款的轻视人的心。何况呢？要咱佛教讲起来，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的众生拢会成佛。每一个人都拢是未来之佛。为什么咱会使甲轻视呢？咱轻视伊啊，就等于是轻视佛了。这呢，也是一种的妄念浮云，盖乎自性。所以轻人心呢，也要甲除却掉。所以就是要除却这个慢他心。这个慢呢，就是视己高举于他为性。所以佢就讲视己，就是讲靠家己教。所以呢，就认为讲我呢比人较高，恁无一个比我较高，我拢比恁较高。这就叫做慢他心。这个慢他心，甲叫做轻人心。两个呢是有连带关系。轻人心就是讲看人袂起，慢他心就意味讲我比人较了不起。咱因为认为讲我比人较了不起，所以看人袂起。因为看人袂起呢，咱才认为讲我比人较了不起。所以轻人心甲慢他心这两个应该呢是连在做一伙。所以呢，这个慢他心要甲去掉，咱有一个讲做控高我慢。这个控高我慢心呢，就等于讲在咱这个心肝底已经堆了真正侪物件。敢若像讲咱这个腹肚底咧，堆甲一大堆的遐无营养的物件伫共款。也若呢，因为你腹肚底你堆一寡遐无营养的物件，你要搁食一寡营养品的，你已经腹肚饱了，已经无法度食落去。就是讲，因为你心肝底有这个轻心慢心，你这个心已经杂通通啊！你这个心已经和这个轻慢心已经占了。安尼呢，你无法度搁再用力，所以无论什么人有迄个优点呢，你已经用力袂落啊！安尼你就无法度好得到人的好处。那边邪见心这个邪见心是啥物呢？邪见心就是讲见解不正确，拢叫做讲邪。这个邪见也名叫做恶见。这个详细讲起来，就是心变邪见解，也就是属于五理四，名做迷理的无明。心就是叫做心见，变就是边见，第三就是邪见，第四呢就是见处见，第五做戒禁处见。第一个心见就是讲，以为这个身躯是我的，这个身躯是实实在在我的。那这款的呢，就名叫做心见。这个心见就是一种的五执的烦恼。第二，这个边见就是讲偏在一边。这个偏在一边的边见就是断见，或者是讲上见。断见、上见，这当然在宗教的信仰上比较较有啦。尤其是印度呢，有一种叫做断见外道，有一种叫做上见外道。这个断见外道就叫做断灭见，就是讲咱人死去了，一切拢无去啦。不但是讲这个肉体护法，连这个精神也无去，死了一了百了。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唯物论者，这应该是属于断见的外道。要一种这个上见外道，就是讲是上自见。这个上自见就是讲，伊的想法永远就是安尼，人永远做人，动物永远做动物。在人其中有钱的永远有钱，善车永远善车，
有智慧永远有智慧，愚痴永远愚痴。即款这就是名叫做讲做上自见。无论是断别见，无论上自见，这拢是违背了宇宙真理，违背了宇宙的自然法则。所以第三的这个邪见啊，就特别来强调这个八无因果。事实上，这个偏见已经就是落在这个八无因果中。既然死去一了百了，安尼较就做好呢，做歹嘛无要紧啊，死去就煞嘛。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破坏道德的言论。或者是讲，人永远都做人，要有钱永远有钱，也来慢慢修行啊。修嘛无采工啊，就善车就永远善车，修要创啥？安尼也是一种八无因果论。第三种的这个邪见，就是正正说明啊，八无因果。就是讲放任世间的因果，以为讲世间根本是无因果，这个邪见中呢，就是最严重。再一个就是见取见，这个见取见就是讲自己的见解本来唔对的，就执着自己的见解这就是顶个节目所讲这个我心，拢以为讲我想的就对，我看就对，我想的就是安尼无唔对啦。所以别人的意见呢，咱无要共接受这就是对自己的见解一种执着，名叫做讲做见取见，或者叫做戒禁取见。这个戒禁取见，这完全属于宗教修行方面，就是讲在佛道时代有一寡婆罗门外道，因所修的根本袂当得到解脱，因呢以为讲呢会当来得到解脱。这名叫做讲做非因戒因，还有讲持牛戒啦、持鸡戒、持狗戒。持牛戒呢，就是讲你学甲牛共款，牛食草你对食草，牛呢只敢浸伫水底，你敢若共款对浸伫水底。持这个鸡戒，鸡仔食啥你对食啥，鸡仔暗时困呢，是一骹翘悬起来，只有一骹落地。你也该共款，这事实上就是虐待咱自己的身躯。安尼去做，到底是毋是就当得到自性的开显呢？当然是不可能。所以像这款这也是一种的这个邪见。所以这个邪见心所包括的，就是拄则所讲这5项。那么这5项，事实上自这个发展出去就是一切错误心理由此产生，所以这个邪见心也是妄念铺分，会去介乎自性，结果呢，咱往是共款必须该除掉。再一个就是这个恐惧心，这个恐惧心呢，这个恐惧甲傲慢应该是做一堆不过在这所来，佫加一个恐惧心，就是讲夸光的心啦。这个夸就是夸耀。讲呢，就是讲自己的功劳，或者是讲自己的功德以为讲自己呢真了不起，自己对佛教啦、对社会啦、对国家毋知偌大的贡献以为讲拢我伫咧贡献，你拢无咧贡献，这款这就是一种的这个恐惧心。讲及一切时中不善之心啦，讲前面所讲这个心爱该除去掉。已经呢，在一切时中，一切时中就是讲，无论什么时阵，无论什么时阵的这个不善之行，拄则是在讲迄个心，基本上是在讲伊的行为所有的唔好的行为爱该去掉。心这是属于烦恼啦，行为呢是属于业。不但是讲烦恼会压榨着自性，业同款也是会障碍佛道。所以在咱佛文中说明修行的障碍有3种，就是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。不论是烦恼、罪业、果报，这呢拢是会介乎自性，拢是一种的修行的障碍。一边讲上自见其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
是自归依。讲咱必须常常自己，爱会晓来发觉到自己的过失。这句话讲起来敢若像真简单，但是咱人呢，就是无法度好来发觉到自己的弱点。为啥无法度发觉自己的弱点呢？因为咱这两粒目睭生来就看做出去，毋是看倒转来。所以咱见看拢看别人的，别人讲的话，咱耳孔听到了；别人做的代志，咱目睭看到了。所以别人有一点仔毋对呢，咱真敏感，随时知。但是因为这两粒目睭呢，拢直咧看别人，咱家己安怎样做，咱家己看袂到。除非你有迄个理智，会当好好去反省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教咱呢，常自见其过，也就是爱咱利用智慧，常常来反省家己，不说他人好恶。咱呢，毋通去讲别人的好，或者是讲别人的毋好。为什么讲毋好去讲别人的好，或者是讲别人的歹呢？咱必须了解。假如讲咱终日若袂当好看到咱自己的过失就是断绝了圣贤的路。假如讲咱若是只甲拢爱讲人的毋对呢，就变成伤了天地之和。咱若是无看到自己的过失，就是心存不善，就是讲咱迄个善心已经无啦。事实上，咱好好来甲伊检点，咱的喜怒哀乐拢是无符合着道德标准。咱的一举一动呢，拢是无符合着道德。所以咱自己来改自己都袂赴哪里搁再有时间去看别人的毋对？哪里敢搁再开出去讲别人的毋对呢？所以应该呢，常自见其过，毋通去讲别人的好，或者是讲别人的歹。这就叫做自归依啦。这就是咱自己呢，会当回光返照，会当好照料自性。会当回光返照，照料自性，也就是归咱自性的意思。所以这名叫做讲是自归依。注意听声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解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